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竹南的自由病院，伫半暝4点外火烧厝。这栋病院是7层楼，主要是作为护理之家。火烧厝的第一时间，病院考虑到大多数的患者行动不方便，所以把防火门关起来，请家属甲病患集中伫个共1层楼。 就地来劈烂等待救援。消防员赶到位，发现这个导火点伫地下室，马上拍火，然后甲医护人员、病患甲家属总共105个人顺利救出来。病院内底真侪人行来行去，看起来真紧张。医护人员赶紧安抚患者心情。患者是安怎会这么紧张？是因为病院发生火灾。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紧急疏散病院内底105个人，嘛赶紧找出导火所在，发现是病院地下室的检验室伫咧请乌烟，而且还有火伫咧倒。发现火点。这件火警发生伫咧苗栗竹南自由病院，当时是透早4点外，病院内底真侪患者拢伫咧困。发生火警当时，全部人拢惊个精神，医护人员嘛真紧张，遂叫大家紧走，因为是地下检验室导火，互规间病院的通道拢伫咧凊烟。 自由病院有7层楼，主要是护理之家。发生火警当时，敢有5楼病房、2楼含7楼的护理之家，有医护人员、患者佮有家属，拢总105个人。病院考虑到真侪患者行动不方便，第一时间赶紧关防火门，伫咧原地等人来救。消防人员立即布水线一线至 B1 检验室进行灭火攻击，并派其他消防人员逐层搜索，发现其他楼层皆没有火焰的情形，利用广播设备。 通知家属以及病患立即就地避难。导火检验室规个水槽板和下骹物件、地板全部拢是甲臭火焦，边挖进检验机台和相关器材消化。加在火真紧，伫咧22分钟就爆发，嘛无人受伤。病院的电正常供应。若这边的火灾是电线收据烧拍电导火，或者是有其他原因，火调人员会继续调查厘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